世界万行台拢伫咱台湾新眼界。观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平晴。今仔日无人机变成台海战争的要紧，零件无爱中国自己供应链，讲爱偏预算，无爱抗北授权。咱建议就要理性讨论，和台湾走向前。今仔日5位专家甲业者到底来讨论。首先介绍现场的来宾，头一位，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所兼任副教授辛明彻。主持人、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那么第二位，台湾民众党政策会副执行长徐文乐。各位乡亲时代，大家好。那么第三位是国防工业发展基金会评鉴中心评鉴委员周武平。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好。那么第四位是军事连线杂志总编辑刘学谦。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那么第5位在线顶的是无人机产业厂商，嘛是你的代表执行长尤排文。主持人好，大家好。那么首先，咱先来关心这是什么代志？立法院通过了国防特别条例台调的部分，可能致使到这个国军无法度大量来采购无人机，进一步冲击到国内无人机产业。专家讲，台湾的无人机外销卖了真好，那摕到国军的订单，对着产业真有帮助。不过拿赢的立委马文君讲，国产的无人机对抗到干扰能力又搁爱加强，应该爱搁较进步。这俄乌战争使用无人机的经验，国军嘛按算透过1.25兆的特别预算，采购21万架无人机，1320架无人艇，强化不对等的作战。不过最后敢若通过7800亿的版本，甲无人机载具 AI 系统整合拢抬起，互台湾无人机的发展出现变数。经济部无人机产业专家小组共同调集人陈炳辉指出，台湾有能力生产好用、佫俗的无人机，打造飞航的供应链。研发过程上重要就是晶片、感测器，然后军方的大笔订单投入，唔来当吸引厂商加入，买当降低研发成本。我们要做一个晶片，假设要请那个联电跟那个台积电做，你没有50万颗，他不会帮你做。所以说你也就是代表说，要下大单就对了。你就一定要下大单。陈炳辉强调，台湾无人机已经外销到欧洲，预估今年的产量会当比去年增加4倍到5倍。毋望朝野重视无人机的发展，民进党团就点名无人机的产业重灾区，包括台北、新北、桃园、新竹、台中，拢是国民党执政的县市。那位马文君回击指出，国产无人机的介绍是贵松松，抗干扰能力搁歹，认为特别预算爱开伫及时上好的武器装备。我们买的价格非常贵，可是它飞上天以后，用干扰器干扰不到3秒就掉下来，这样子能作战吗？我们现在倒过来说，我们应该要给他们这些订单，他们才可以发展，这是错的。台湾的企业没有那么弱。国防增加2%，你社福你敢去减掉2%吗？或者说你教育的部分，你敢去把它减掉1%吗？所以啊。这国家这其实对外来讲的话，整个国家安全的话，不分执政，不分在野。知影坚持无人机产业应该肯定年度预算交由国防部、经济部随部来发展。曾水雄是回应，若八这部会摆脱其他部会预算，嘛指出台湾爱建造防护网，一定爱落实国防自主。记者综合报道。其他卖讲，咱他看到新闻，这个马文君立委讲的。台湾的无人机呢贵松松，飞去3秒钟去用干扰就摔落来。结果先连续互咱这个无人机的枪商的执行长由执行长，你头有听到嘛有听到。你有啥物回应？头来讲这个马立委所讲的，讲咱这个防干扰的这个能力真差，飞去3秒钟就去用弄落来，佫贵松松。其实我感觉安尼评论唔是足公平的。我形容够意吼。因为无人机在开发的时候，它会很容易受到环境的干扰，所以它需要做很多的测试。那这些测试呢，都是每一次的
调整都会让它的飞行更顺利更好。那我们不太确定他说的马委员这边提到的是什么样的情境，但是如果给厂商机会再去调整的话，大家都一定可以改到好。所以如果他只凭他第一次某个印象来就这样子评论整个无人机产业是完全不合理的，因为我们看美国、日本、欧洲国家他们在试飞无人机，他们也都常常坠机啊。那我们会因为这样去否定他们的机种吗？不会啊，因为这个就是一个必经的过程啊。为什么台湾的委员这么不用心，这么不做功课，完全不能够去理解无人机产业很辛苦，就是我们一直需要测试，把它调整到最好，对不对？委员应该是去帮我们争取更多更好的场地来做测试，更好的环境每个机种从小到大，到甚至这种剑翔这种大型的机种，我们都能够去开发测试。他有帮我们争取吗？没有嘛，对不对？那你只会一直批评厂商，打压厂商，你给我们了什么资源，对不对？所以这是很不公平的。那第二个，我这边想要表达的就是，我们台中航太工业已经50年的历史了，从汉翔，还有我们的这个中科院在这里就一直在发展，它就像一个涟漪一样。我们有汉翔，有中科院，然后开始有我们航太工业精密产业，然后有模具、制具，然后里面的精密加工，整个产业链在这半世纪以来串起来，变成一个很完整一个产业链跟供应链，这是非常可贵、非常难能可贵的。所以每个国外的厂商来到台湾，他会去亚创，他也一定会来台中。为什么？因为他知道台中的供应链非常的完整，所以我们不是靠政府活下来的，是我们的供应链跟生态系自己一直土生土长，长开出这样的成果。我们台湾人应该要一起珍惜这样的成果。是，郑长，因为你啊时间有限吼，我问一个问题，就是讲有批评者咧讲，咱台湾这100几个厂商吼。有诶吼，佫无到迄个勘站，其實吼是即马爱硬推，甲空錢甲降落去，互伊升級，即降这錢，是用國家诶錢甲降落去，這種講法敢對？我感覺這個講法完全不合理啊！大叔公，我們今天研發出來的產品，如果不符合國家使用，那國家就不要買單嘛。但是你不能說，因為怕圖利廠商，所以我們國家都不要發展。請問我們今天開出來的哪些機種是台灣不需要的？這些藍白的立委應該出來跟大家說明，為什麼不需要？為什麼不符合作戰需求？而不是一竿子打翻一船人，對不對？因為我們這個產業在發展，當然不會說個機種都馬上就很成熟，它都需要調整。而且它的調整不是基於它本身的錯誤，是因為我們的供應鏈還需要更成熟、更齊全。它今天如果馬達它的機電、它的通訊模組、影像缺料，它就要等料，對不對？然後等廠商更成熟，整個供應鏈更成熟，它才能夠把產品做得更好。那我覺得今天不是廠商的錯，是我們整個供應鏈要更加速的成長，但是我們並沒有逼政府買不好的產品或機種，我覺得這個是需要釐清的。好，上尾一個問題吼，就是講，咱會當做一個簡單的這個結論吼，結論就是講，咱台灣無人機的供應鏈其實已經一擺，只是要有機會，要有這個舞台，通好來做成績，而且甲外國比起來是會比拼的，咱會當安尼講嗎？我覺得完全可以這麼說。我們在3年前、2年前比起來，台灣的廠商成長真的非常的快。當全球都有共識要排紅以後，很多訂單、很多的國外廠商來台灣找商源，我們慢慢的開始做外銷訂單以後，我們的整個供應鏈的產品設備都越來越多元。
以前可能只有1、2种通讯影像模组可以用，现在就变得很多。以前只有国外的晶片可以用，现在我们有自己的国产晶片，非常的快速的成长。但是这跟政府的订单有绝对的关系吗？我可以跟大家讲，没有。我们很多都是靠外销的订单来自己练兵，来自己成熟化。到底谁是完全因为国家标案而成长的？我觉得蓝白立委可以说出来啊，不要好像政府就是一个受害者，然后买到什么不好的东西，对不对？那这些都是大家可以讨论的，但是不能够因为这样去否定无人机产业，因为我们这样一台无人机背后不是只有台中40、50家厂商，我们这些厂商背后还有模具厂，还有精密加工，还有我的制具，对不对？还有我的这些CNC 的厂商、涂料厂商，非常几百个厂商在支援我们。这些厂商都是跟我们一起共荣共好的哦，他们都是想为国家尽一份力的，没有人想要做出不好的东西给国家。哦，这是我这边的一个小小的心得。歹势，我搁挂一个尾数吼，如果若改编做一个年度的预算。吼，咱每一年度来编预算，啊，每年来审，对恁来讲，敢有差别？莫用用特别条例，安尼规个拢套好，啊，就逐年来编，安尼对恁来讲，敢有差别？这个的差别，特别预算跟年度预算的差别，我跟大家说明一下好了哈。年度以军备局来讲，它的预算是附属决，附属决的意思就是说，只要你厂商够资格，你都可以来标，你标你的产品、你的飞机能够符合规格，那你就可以被分配到一定的订单，然后把它做出来。所以我们是有标准的哦，是有验收标准的哦，而且我们是要飞测的哦，不是像马文君立委讲的，它会掉下来，然后受到干扰掉下来，我们国家还硬要买单，不是哦，是你飞测必须通过的情况下而得到订单。好，那我们因为是附属决标，所以厂商觉得自己做得到，我们就可以去投标，我们就可以帮国家做一些事情。可是如果你变成年度预算，你就是开标，那只有一个厂商可以独得的时候，我今天会不会去竞争？我不会去竞争啊。因为我可能不是第1名嘛，对不对？所以我就不做，我就放弃这个机种了。我就是去帮别的国家做，我就做代工好了。我就是接受我代工的命运，我就接受我政府台湾这些立委不想要国产化的这个命运，永远都向别的国家低头的命运就好了。谢谢。哦，这差别伫遮吼。感谢郑院长，希望下一次机会吼，来这个两边内面吼，甲其他的来宾来斗阵来讨论。感谢。谢谢。好，感谢。再来，要请新老师来讲吼，他昨讲到一个重点，对因来讲，这个如果若编做特别预算、特别条例，有他这个附属决，吼，你若是年度的这个预算，这敢若单数决单一间厂商会当得标，这敢是常态啊？一般的情形是安尼吗？咱看到讲每年这预算吼，伊若通过，你敢若知影讲，哦，今年要买这个武器，要买这个系统，你要想讲后年佮后壁这个武器系统要安怎用？你嘛看袂出来所谓的军事战略还是作战战略？你甲这物件未来需要物件，拢甲做伙编一个特别条例，你会使看出来讲，哦，未来得爱建构一个台湾之盾，未来得爱扶植台湾的无人机产业。啊，未来若是讲，台湾需要20万台无人机，你一档的预算够有够？当然嘛无够啊！你用这20台无人机的预算去扶持国内厂商，佮扶持国内厂商甲美国的合作，啊，将咱的量甲用出来，啊，你着看到差不多未来3到5工，这已经拢会使啊！你若一年变，我是感觉变数伤济。变数伤济，变数伤济。然后一人讲啊，无啊，这个唔好啦，啊，这个卖啦，还是讲啊，突然出现一个武器，要买这个武器，会排挤这个原来预算，会有这个问题。我来请这咱来市府哈，副警长，咱民众党的立场对着这个偏做，即摆主张是要偏做预算嘛？我主头讲啦吼。
无人机这是未来真重要的产业，不管是国防还是讲咱民间的商业运用，其实拢真重要。但是咱确实来看吼，这个产业伫全世界来讲，咱有较慢啦，咱确实有较慢啦，而且毋是慢3档5档，甚至慢10几20档。哦，是，所以但是你即摆不管是因为台湾本身家己有需要，不管是国防方面啊、商业方面，要急起直追，当然嘛是会使啊，吼。但是咧，你要扶持这个产业来讲吼，阮咱讲到这预算的编列的方式啦，吼，就算讲伫常态预算嘛会使看年度啦。你只要讲经济部也好，国防部也好，啊有编了有合理，说明了有清楚 ，OK 啊，吼，只是讲咱民众党一直咧强调的讲，这个国防预算特别条例要适用的部分是讲较紧急的，吼，尤其是对美采购的部分，咱家己的部分，咱家己用咱一般的预算来处理，安尼较合理啦，是安尼这个意思。他拄啊，谢行长所讲的讲，如果若用这特别条例，伊是附属何小决啦、附属决啦，吼所以因较有信心讲无我来参与，我来标。如果若是年度的预算，就一间我就无想讲要参加，我就想讲我今年的生产线，我不如来 OEM 就好啊。其实 OEM 就是说代工的部分，其实台湾的无人机一直拢有咧做嘛，吼，这是本来就有常态的部分。即摆就讲国防部要有一个具体的要求，伊要做哪一项的、哪一个功能的，爱开标，这种真正常的。其他的武器嘛是安尼处理，无人机应该嘛是会使照安尼处理嘛。第二就是讲伊开标了后，伊个预算会使看年度啊，有需要上无维运的部分一定是看年度的嘛。袂讲我买一个新物件2年预算做维运后买你个18年拢无可能这个代志啦。吼，所以我感觉这中可能可能有一部分。这种意思是讲，对伊来讲是机会成本的问题啦。我常常我是民间在徛在做生意的立场来讲，我机会较少啊。你若是附属决，我有大家通来到期来做这做迄，我无着这钱，我来着这钱啊。如果若是年度预算，我就是干那一间我就感觉我机会较少，我就规气卖去参与，卖咧爸母啊。这部分我是无讲介了解，我是举一个另外一个对照吼，就是讲新创的产业，比如讲咱台湾经济部也好吼，还是讲拢有咧辅导一寡新创产业，因嘛是开条件的，讲你也符合这个条件、迄个条件，你计划来咱会使补助。其实应该是有其他的方式，嘛会使满足。安尼民众都有意思，安尼我听有啦吼。来，咱周委员，你的意见呢？即摆吼看起来吼是讲，即摆预算是应该编伫对啦吼。即摆看起来对美预算的部分应该是拢处理啊吼。要毋过问题是讲，咱国内即摆像无人机产业即部分吼，包含反制系统的这相关的预算，可能无法度伫遮看到。是哦，未来是讲。未来，阮武器嘛是应该买啊，对无？无可能讲拢无爱啊，对无？哪买美国的尔？即摆看起来，国内是应该嘛是爱加一寡预算出来。不管是在你即摆看起来的特别预算，或是阮常态的预算常年编制的预算，即摆看起来拢应该爱做啦。唔单讲你硬性伫对。应该是这样。你编去每年来做的时阵，我即摆我做过足侪计划吼。你要买一个武器系统，可能讲我即摆要想，可能要买啥国防部内底，毋是想一年安尼的代志嘛？阮要讨论啊，讨论完报甲军总报去国防部，国防部咧讨论完后，这个会使编预算。1年、2年、3年，好得过啊！这个时间拢足久的。未来是讲，是毋是会使讲，毋拿常年编在计划内底
常年编取预算，还是讲阮在特别条例来、特别预算来，阮就会使放一些额度，未来讲会使做这额度内底去选择，安尼较好啦。所以委员你的意思是讲，放伫特别条例内面是较有抽屉。你有弹性嘛？嘿啊，毋哪讲一定爱买啥。啊，你未来讲嘛是像阮正常的有个应急战备采购，一年会使买啊。啊，这条例这个规定是讲法令都会使修。哦，阮是讲，即马国防部应该安怎做？吼，即个甲规个大家毋哪讲国防部内底呢？吼，嘛会使甲委员去讨论一下，吼，看安怎甲预算编去对，吼，嘛毋哪计划尔，就毋哪逐年的计划尔，吼，你应该爱准备，像讲美国哦，其他国家有一个新的武器，阮感觉最好诶，今年来对啊，阮随就去买啊，这嘛是未来。所以放伫特别条例内面较舒适啦。是啊，嘿。这我要请教吼，学检吼，咱即摆看到这5项，吼，虽然咱今仔集中先讲这无人机啦，吼，因为这执行长伊拍头阵吼，所以讲到无人机吼，这内面还佫真侪物件咧，佫有 TAK 甲 TTN， 这个 TAK 这个部队各地特件 TAK， 这是什么物件？它那个是一个资讯整合的系统哈，它蛮有意思的哈。我查了一下资料啊，你就是理想上当然是每一个人呐，那目前现在台湾建制到排级单位啊，那未来希望建制到班级的单位哈。就想象中你有一台智慧型手机，或者是你有那个 iPad 哦，那它的界面有 iOS 也有 Android 哦，对，所以它是一个开放式的系统架构。那好像你上 APP Shop， 你就可以把它下载之后登录你的账号，它可以分享就是共同的战场图像，然后即时资讯的整合，然后可以标会标记，然后它有一个特色就是去中心化，就是说像我们的首件的案例是在光复乡救灾的时候，我可以透过这个系统去分享说，我有哪一些部队在什么地方。它分散在我这个作战区的哪个位置，他们正在做些什么事情？那我每个人都可以去及时的去回报，去显示我现在的动态如何。那这种资讯化的机制在现代的战争中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现在战争作战的节奏相当的快，它不会像以前一样，就是那个对探子来报，对我就再探这样子，对，然后或者说到2战的时候，我们可能语音通信已经是很进步的，但是到了现在，这些东西是更重要，因为我们像所有的海陆空的载具，他们都很在乎的一个就是战场情资的整合。好，那甚至于说，我可以评估威胁性的高低，我该优先对应哪一个目标。那以往在空军或者是海军，它有它的比如大成系统啊等等的这些系统，已经感觉在大型的装备上面已经略有所成了哈。但是在个人的载具上面、个人单兵上面，或者是我们讲，比如说以步兵战斗车为载具为核心的这样的上面，目前才刚开始在建制。那我会觉得这是一个相当好的一个系统哈，因为战场资讯透明之后，指挥官跟各个单兵他更能够掌握他现在该做些什么。这如果若要要来建立，这前1-2年啊，会使袂？我觉得资讯化的程度其实是会非常快的，因为现在的士兵阿兵哥们他们是，有一种讲法就是我们这种老先生是网络的移民，网络世界的移民。那现在新世代他是网络世界的移工的移啦。对对对，然后现在新世代他是网络世界的原住民。对，因为他就好像以前 Xbox 的那个控制手把，美军说我今天控制无人载具，我要引用这个手把来训练，为什么？因为他们从小接触的就是这个界面，所以我用这个界面来转换，从平时的老百姓转换成作战的士兵，这对他们来讲是很合适的。所以这是愈近愈好嘛。对，这个是一定的，因为它的，比如我们讲说手机好了，你手机现在取得的成本，制造成本并没有很高嘛。
然后它的建制来讲，我觉得速度会快，但是我觉得会有一个额外的负担，就是美军也遇到过，就是我怎么样在战场额外提供这些装备充电的电力。好，这是另外一个对延伸出来的另外的一个问题啦。啊，这嘛，这若是生理人看到嘛，就是一个商机啊。很多嘛，我们行动电源啊，或者是发电机，小型的发电机。但总体我应该问你吼，不管是无人机啊，或者这物件，你的主张是像他昨周委员所讲的是，规矩较规矩，你既然大家拢有同意，像民众党嘛同意讲，这军购就爱紧创哦。啊，是偏伫特别条例内面，啊，才来做，较有抽屉，还是讲无咯？我逐年来偏预算来做安尼。我觉得国防的事务来讲，它有的时候它的规划是超过年度的，它可能3年、5年，甚至于8年。像我们以前讲说，我现在开始建案筹划，我想买一台新飞机，它最快拿到的要8年、9年以后。哦，这有影呢。对，那所以说你今天逐年去编的时候，然后你说我每条要审，我不是说它审它不好了，而是说。我今天在规划的时候，如果我是这样规划，那我在执行单位，它上面它是不是更缩手？因为你已经给了我一个框架跟规范了嘛。那我是厂商，我怎么配合你？那我们回头讲另外一个问题，好了，就是说，无人机我们把它当做一种兵器来研发，它是不是会有它部队要提出作战需求？然后我们厂商研发完之后，是不是要送去测评？确实。那这些作战需求测评，它是不是都是成本的产生？好，那你现在我会拿到多少预算？我不知道，就跟刚刚那个执行长讲的，就是说我如果今年我投入经费研发，我今年标不到，那我就是等明年吗？不可能啊，那我宁可不做。这个是大多数厂商对于标案的心声嘛。那我或者是说有些单位他会请厂商来一起加入研发。好，那这个标案开标之后又被别人标走，啊，这公价要哪算？对，我怎么跟你算啊？我要付你一个研发经费啊，还是我要怎么样？这个就是我想厂商会却步的原因在这边啦。那你如果一次把它编好，我觉得它会比较有未来性。我们今天看到这个东西，起码我们厂商可以想象跟期待说，我在这件事情上面，我除了责任感之外，我实际上养家活口的收益到底在哪里？我觉得他比较看得到。这个部分小咱要来请周委员再来补充吼。我先来请教辛老师吼，辛老师，这5项看起来，这有通延前无？这前一2档啊，敢好，还是讲啊，其实有的物件会当量后啊慢慢来，敢有这种？咱看这5项物件吼，这个无通过是伊的原因讲伊毋是军售，美国还未答应卖互咱。哈。毋过特别条例其实伊考虑的就是讲。咱即马就开始规划，若有新的物件，还是确定啥物物件，就会使买。哦，这较无共款吼。像讲，这个编当年的预算，也买特别条例，无共款，就是讲，你今日要买物件，你测试上会都应该确定啊，要买啥物件，偌侪钱，啊编列预算，啊通过就买，啊无通过看要安怎啊？啊特别条例就是讲，伊有扶植厂商的意义伫内底。哦，啊若无就是讲，有的系统即马还未确定。我还未确定，但是讲，譬如讲，像这个影响防空作战效能这最明显的就是讲，跟台湾制动有关。不过台湾制动不是讲买一个强攻中程反导导飞弹，而且这个飞弹即马还未完全服役，甲测试过，去年甲测试过尔。这要甲这加入来，甲天宫飞弹、甲爱国者飞弹安怎整合？用什么系统整合，即摆拢还未确定的啊。毋过你编这预算，我就讲未来3到5天，无就8档。这个物件我已经有预算啊，我为照这个目标来达成，嘛无一定讲明年后年，毋过会达成了后，台湾制度这物件就做起来。你若当年编，我都毋知影讲要安怎编啊。明年编这长弓飞弹几粒？你编这无啊看，你敢若会使单一系统防空尔？你安那买美国的 IBCS， 要安怎甲整合？我感觉这规套咱甲做伙，甲预算放伫特别条例内底是较好啦吼。第二就是讲，大家拢讲到这无人机啊，嘛是共款。那无人机若当年编，我就讲陆军什么需求，我要买什么无人机啊？无论这是甲美国买还是家己做，家己做不可能无遐紧。
哦，你有这需求，你甲美国买，啊买了后偌侪钱，啊你变咧预算内底。啊，毋过伊即马甲所有的无人机、甲产业链建立、甲做伙，不只是咱会使得到这个无人机的战略尔，啊，你会该扶持国内产业，你会使扶持国内产业甲美国的产业合作，啊合作了后呢，不只是互国军来使用，你会使变互外国、别个国家来建立咱的国防产业能力，所以伊好处足济啊。当然啦，那是讲无法度，那变年度预算，我是感觉那其他政党讲好变年度预算，啊你无伫遐7折8折，啊你也通过嘛会使，啊一档做嘛会使。我看市府咧笑，咱是拢讲好，但是你爱民主，我爱内里，啊咱就来好好骗，是安尼想吗？我要强调第一项吼，就是讲无一定要当年编预算，会使看年度嘛。常态预算内底嘛会使看年度，这第一项。第二项嘛无一定讲只用迄种单一厂商得标的方式嘛，嘛有其他的补助方式。中华民国的补助方式足济啦吼。第三上重要的就是讲，预算无一定当年编会使吼看年，但是啊，审查一定爱。当年审查，另外伊就是要监督啊，伊这本分一定你嘛是爱当年审查。对啊，咱赖总统嘛是安尼讲嘛，伊会使，伊嘛同意讲当年爱审查嘛，吼，这爱甲基本的观念讲好清楚吼，这第一项。第二项呐，就是讲咱这节目单位有讲到这几项吼，刚刚讲这因为阮毋是1.25兆嘛，咱是7800亿嘛，吼，讲遮都拢无处理掉啊，因为第一项的。挨着啥？第二项会挨着啥吼？但是我必须安尼讲啦吼，需求无限，资源有限啊。吼，这是咱咧有限的一个资源，讲钱，咱的优先的顺序要安那排列的问题嘛。吼，以咱即届来讲，就是讲美国强烈要求的一寡部分，对咱国防。整体来讲吼，你来讲具体可能有一寡不一定适合，但是整体来讲有需要，好，咱甲编落吼，这是优先，咱认为优先。咱家己国内甚至佫有辅导产业，吼，自主的部分，咱会使用常态预算来处理，吼，所以就是讲，这无法度讲，大项都用特别预算的，这是确实的。无咱立法院的失职啊嘛，吼。上尾的一个就是讲，这急迫性到底在哪里吼？咱一定要想着讲，台湾也是讲东亚的局势，吼，伫这3至5年之间，敢有遐急迫，是袂向要拍起来啊？我看是袂吧。川普嘛讲，在伊的任内，习近平甲我是好朋友，袂拍嘛。但是我还是讲吼，我去有一寡一位讲的话，即伊讲即种病，伊讲迄种到底是川普是会停啊？有当是。议论美国人挑工，干那要赚咱的钱，我就火去啊！是，所以就讲，比如讲，迄海军前总司令，伊即马嘛改口讲，2027看起来是袂拍嘛。所以讲，这物件咯，以前的感觉讲紧张，过一2档，敢若袂咧。好，所以这部分就是包括在座足侪拢是军事专家，我相信伊嘛。应该是会感觉讲这2、3年来，但是我有一种心情咧，我要来请教委员，我有一种心情就是，不管伊要拍无爱拍，咱家己要先强起来，我同意。我伊袂拳头不落来啊。准备好啊，是，拢爱准备好啊。即马就讲，即马对美国来讲，即马对美军售的项目拢有啊，即马是讲阮国内的，即马像即伊讲的，即摆台湾产业来，大家要发展的，毋哪讲无人机尔，嘛包含反制系统，这个等等遮济这产业要怎做？你无钱要怎做？这是大问题呢。咱是毋是讲嘛应该爱准备起来？这个破洞要怎补？袂使讲就安尼就刷。对，大家拢嘛以案养案，我无案要怎？我自己像执行长讲，也找国外市场，对啊，这是真好啊。台湾的无人机确实是袂歹，咱若甲美国有欧洲比，咱成本应该是较低啊，即马佫有飞鸿有问题，
台湾的无人机确实是让人信任，无问题。要毋过你的市场伫对，你讲有国内的市场，这未来拢是爱准备好呢。伊无是咩咯？咱头看新闻大内面讲，你要叫台积电甲你做50万粒的这个晶片，你若无遐大的量，伊要插你。对啦，这是问题啦。即马无人机拢卖通用晶片来做嘛，毋是专用晶片。毋是专用的，即马用通用晶片去做，阮拢知是讲你无要紧啊，通用嘛是会使啊，只是不是专用尔啦。问题大家安尼尔啦。你若未来我做介济啊，我外销几若百只，安尼无问题啊。以后阮若跟民航局讲，以后无人机嘛要纳管。这嘛没问题啊！要飞上去，它就会回报那个我在飞，这个我们民航局也可以做管制，安尼真好啊！但是成本嘛是要控制，量要大，量要大，你要安怎做？市场要大，你国内你来发展，你国内伊相关的预算就互伊啊，无你叫这业者要安怎？对不？所以伊无迄个头前迄个奖金，伊无法度来起股啦。对啊。若是其他的物件，像他说学检所讲的，咱这个 TAK 啦、TTN 啦，还是讲其他的这个物件什么可稀释无人机反制系统甲机动阻绝的器材，这种物件会当较慢袂？还是讲我就看美国人真紧张的，过来讲，我足失望的。安尼，这我是以前毋捌看过美国人安尼出嘴来讲这呢。即摆要来做我讲拢爱准备好啦，毋哪美国尔，台湾家己，你未来若作战的时阵歹标喏，你要维修要安怎？你袂使全部拢是美国的，因台湾若家己会使做，你是毋是国内制制你家己做较好？我们把能量建立起来，未来能量，我能量足重要。你拍的时阵，台湾是无法度叫美国人来呢。我家己做，家己有材料，通生产。对啊，我家己会当做，我家己会当改。你做针的时阵，像讲不同的频率，我感觉迄频率要改啊，无法度啊。你这个时阵，你家己会当。改无？这真重要。这看起来真复杂的代志呢，阿健。你在你的看法是，这种物件，尤其是无人机所干涉的，他那干扰、防干扰这种物件，咱台湾目前发展的能力在哪里？有法度无？刚刚有一个议题蛮有意思的3到5年间会不会发生冲突？就是所谓2027年的这个时间点那我先表达一下我的看法，就是说，你只要够强，2027就会再往后延，可能2030、2035这样。那今天编这个预算，像刚刚主持人提到，就是说我们无人机的发展，其实它本来就是矛与盾的对决嘛。那像美国他们已经开始实验出来，就是无人机跟无人机之间的空战，就是说我们以往就是说，就是你现在看到乌克兰战场会有那个。比如说直升机在飞行，他远远的看到无人机，他用机枪把那无人机击落，这还是属于有人的载具跟无人的载具之间的战斗。那美国他们已经发展到说，无人机跟无人机之间用 AI 来进行空战的模拟。那他只要把这个套件一放到比如说 F-16上面 ，F-16它也许就可以转替成无人机的功能，用无人机的这个角色来做空战。好，那这个是比较。我们讲说技术比较高的，我们先不深谈。像刚才提到，就是说我们最早在金门的哨点被无人机拍摄的那个，对我有问过，跟无人机产业相关的朋友，他就讲，他说，他是用提供讯号的方式让它飞行。那当我们遮断它讯号的时候，它有2种，一种是它电力耗尽的降落，或者它会返回它的起飞点。那乌克兰战争为什么它可以知道你从哪里起飞？就是透过这个机制所知道的。那样子的干扰系统，其实乌军可以买，那个俄军也可以买。有些嘛有啊。对，它其实就 DJI 的一个市售的套件哈。那国内也有发展过类似的干扰套件，它有一个缺点就是它开机之后，那个 GPS 信号被屏蔽之后，连民航机都会被干扰。
对，所以它就变成它有一点点双面刃。好，那我怎么样去避开民用的波段，然后我又可以有一样的功能？好，我们在讨论这过程中的时候，那时候他跟我提到，就是说他们会未来无人机上面会有镜头，它在起飞之后，它拍摄地貌，比如说我去的地貌。那我干扰到没有讯号的时候，我撤退之后，我也是按照那个地貌飞回来。哎，不会等。这个在30年前是巡弋飞弹的技术啊，现在在小小的无人机上面，它已经有类似的功能。所以其实技术是随时在更新，随时在换代。像乌克兰他们现在就是说，我看无人机底下都拖着一桶光纤桶，一个桶子，它里面是光纤，它可能标30公里、50公里，然后飞出去之后，无人机击落，那光纤就遗留在它的平原上面，所以形成一片好像光纤地毯一样的一个景象哈。那我们这时候就要去搞清楚说，小型的多轴旋翼的无人机，它的筹载、它的攻击性能等等的，它都不见得是我们想象中那种。因为我们被新闻影片影响了，就是它攻击主力战车，然后主力战车毫无招架之力，只能被它追着打，然后士兵甚至向无人机器来投降。可是实际上，它在战场上面是不是有这么大的效能？所以我们今天要发展的不只是这种多轴小型的无人机，我们大型的载具，然后甚至于说，之前有人有聊到，就是说它未来它不见得只是作战的用途，它可能在民用气象观测啊、通信中继啊、它救灾啊等等的，它都有它的功能在。那这些东西，如果今天我们投入预算去发展它，正向来讲，厂商它能够发展的载具跟载具的功能是2件事情。所以我有更好的飞行性能，我有更好的制空性，这个是载具的。那你上面要让它有什么功能？我要让它干扰别人，像电战机一样；我要它自杀攻击；我要它提供通信的中继。其实是看你上面搭载的模组是什么。那现在就我刚才也提到，就是说，你的作战需求是什么？那全世界他们有一个特色，就是说我很多国防工业相关厂商，我必须靠国防部军方提供我的订单去维持我的研发能量。它甚至美国有国会拨款，对啊，人注文啊，我叫有他来做这研究。我现在研发出来，包山包海，国防部说我不要，我要你跟我的需求不同。那我们现在最常看到的是中科院发展很多无人机，军方迟迟没有采购，是因为我可能跟美国的同级的产品，比如说我们的大型无人机，然后美国有死神 MQ9。MQ 性能好啊，战功彪炳啊，没人的了。对啊，我在伊拉克飞，我在那个阿富汗飞，我可能在美国本土操作它的通信抗干扰能力是1等1的啊，没有错。可是你要买现货还是你要花钱研发？我买现货，我永远就是买现货。可是我今天投入钱花钱研发，我不见得投大价钱我就有最一流的产品哦。我们举例好了，像大疆。它有广大的民用市场，所以它有不停的数据回馈它，所以它在消费民用市场上面做的是很顶尖的。那它国家政策有补贴，它在价格上面、竞争策略上面来讲，它是可以足以压制其他人。可是你其他国家的商用，我讲商用的这件事情上面来讲，就是我卖不过它，我自然就不会存在这个品牌或这个产业嘛。可是我们现在把需求反转了，我今天是在军事的安全的需求上面，这个产业到底要不要？那我觉得这个要大家好好思考一下，我到底要不要这个产业？那我个人认为是需要的。为什么？我们今天国内的需求先满足之后，假设未来我们分成2个阵营，就是红色阵营跟非红色阵营。那你在国际的市场上面来讲，你觉得我们有没有国际的竞争力？可是当这一项产品它没有机会量产研发量产，它只会烧钱，有没有这个例子？有啊。日本要做那个中型的民用客机，这个计划最后是失败了。他烧了无数的钱，有人很感慨，就是这架飞机之后，日本再没有航空工业、民用航空工业了。可是他还是得做，为什么？他终究要去整合这些能量，整合这些计划，他还是得试啊。所以做比赛，对，所以我认为产业是需要的，需要帮助他的。是，辛老师，像他这学检也好，还是周委员所讲，就你家己做，你才有抽屉，而且有这个阿索比的空间，啊，是较灵活。除了这个优点以外，咱发展咱家己的这个军工产业，对咱来讲有啥物意义？因为我所知啦吼，我朋友啦吼，伊讲啊真艺术啦，伊讲有迄个
美语教师啦，吼，教英语的老师来台湾去拜访真侪厂商啊啦，吼，啊来看讲，你即间本来咧做阿鲁米的桶啊，但是你这会当来提升你的锻造袂歹，吼，我选你，吼，已经有开始咧注文啊啦，啊，到即马拢停起来，啊，这到底是好啊歹？咱美国人即马现不现？马仔人传播了，要甲习近平见面安尼，啊，这到底是美国人是无咧关心，无咧插这，就我生理照做，啊，叫恁用你就用，啊，袂因为安尼就甲中国来交易。咱知影编这个特别预算吼，除了会使所有咱需要的物件，会使各做伙通这预算8年的预算，啊，互厂商有信心之外，吼。美国嘛会对台湾讲，哦，你有决心，你一届编足1.25条，这预算，包含你即马所有需要武器系统，拢伫内底。啊，有诶你已经，我已经要卖你啊，啊，有诶你要家己发展，有诶甲美国合作，这对台美合作来讲是足重要诶。啊，你即马就是讲，敢若美国要卖，你较通过这预算，啊，其他无通过，啊，美国敢有足欢喜？我嘛会讲，伊毋是讲有一个。讲足失望诶，咱知影伊失望是啥货？我想讲第一个，因为拄仔咱讲着讲，剩诶这5项倒一个较赶紧，有紧急无？我是感觉每一项拢紧急啊，吼。啊，美国嘛足重视诶，袂讲这个位置诶3个月啊，美国袂赶紧。第一个台湾之盾，当然嘛上要紧。你看即马伊拢诶战争，啊，伊拢攻击个边仔国家，拢需要反恐系统，啊，反恐系统为高空诶到低空拢需要。即马台湾呢，为高空甲低空的反恐系统敢整合啊？这整合是最重要啊！台湾之盾就是这个目标啊！啊，这问飞弹专家周委员。之外，咱知影美国要卖咱M1洞九 A7嘛吼，这是155厘米的炮弹。啊，即马咱知影咱205兵工厂咧迁移，啊，咱要生产这个155厘米的炮弹，要对生产。啊，即马美国要讲，我卖互你这个生产线，互你生产这个，咱以后咱的 M109 A5 甲其他155厘米的炮弹，得咱家己生产啊。你讲咱家己生产，啊3-5档了再来生产，啊若渐渐发生，啊你的炮弹无够要安怎？你为美国进口还是为韩国啊日本进口？啊袂赴啊，啊当然嘛愈赶紧愈好啊，所以我拄仔讲着讲这个 TAC 这个部队觉知套件。因为前个月吼，我有参加一个活动叫月光行动啊，遐个人伊都有 iTag， 我手机也嘛有 iTag 的套件 APP， 我参加个活动，我就知影讲，啥物人伫地暗时迄种民间的人拢有即个系统啊，咱国军拢还袂无袂有诶，只有赶紧无，当然嘛赶紧，当然赶紧讲会使编伫迄个当年的预算啦，我就想讲。咱今年预算是9495亿，那这关键拢夹落去，超过1条，立法院敢会同意？无，因为这变做讲，咱的比例的问题啦，国防预算的比例会超过社会预算，而且这钱就一大包，无就爱佫塌起来啊。对啊，这变做爱塌起来呢。对，甲拄仔沈老师讲着，我才想着吼，咱的。今年的常态国防预算已经9000几亿了，即马7800亿个落吼，当然迄是8年啦，毋是讲吼，但是已经过条啊，吼。较拄仔咱的画面内底嘛有庄瑞雄委员嘛咧讲其实当然咱的国防最重要，但是一旦吼排挤、设伏还是教育的时阵，你感觉人民会感受是啥吼？所以每一项拢会足紧急的啦，唔则注重放伫特别条例啊。袂使安尼讲啦，袂使安尼讲。爱心查嘛是爱心查啦。是啦，爱心查是主要，但是你着放到一般医生。第一部分就是讲吼，咱爱面对一个台湾的现实啦。吼，较多迄记者朋友讲到一个足重要的代志吼，台湾的莫讲无人机，大项工业咱拢拄着共款的问题。台湾本身的市场规模实在是无够，你无可能任何一个产业靠内销都生存啦，一定要有外销有销路。
外销小老队拄着讲咱的竞争对手的问题吼，啊，搁有政府的这辅导的问题吼，所以讲咱今日讲无人机这个产业，不只是无人机拄着这个问题，其实足侪产业拢拄着类似的问题吼。好，啊，即摆转来讲无人机，我嘛要请教几个专家吼。咱即届买迄 RTS 的迄个600到700的这个物件，我会使借问一下吼。伊这零部件吼，咱台湾未来的厂商有法度供应无？就讲咱即摆买来嘛，啊要维修的时阵，咱的厂商会当供应无？这供应有2个条件啊，第一是技术条件嘛，有 qualify 无？吼，第二是授权的条件，美国要授权嘛。哦，这是我较无了解的部分嘛，要请教大家。委员，那这项代志，即摆吼，你若准备了，因为这无人机是一次性的吼，伊即摆看起来就是无维修的问题。哦，嘿，即摆是安尼啦。啊，像陈老师拄仔讲的是个，迄炮弹巡散就有啊，迄整个产线拢来哦。啊，你家己会当做，你家己处理啦。嘿啊，你家己处理哦。所以即摆是讲，应该阮军售吼，未来应该拢有一个。哦，大家唔知了解一下讲做工业技转无？哦，未来你甲美国买，啊，你的额度遮悬，哦，阮就有一个补偿贸易的方式，哦，交互经济部、国防部，伊拢知影，价钱美价迄未来你会在做技转，到台湾，啊，台湾未来家己会当做，我产业嘛会当升级，未来物件愈做愈好啊。哦，未来我会使对上来替美国做啊，这嘛是会使啊。啊，因台湾的产业升级啊，唔拿台湾市场尔，未来你美国要买，你由欧洲要买，拢会使。啊，那照委员，你对台湾的这枪枪的观察，咱有能力像头拄啊，这行长所讲的，咱有能力通升级？当然，无问题，无问题。嘿。啊那美国嘛会讲，恁的厂商袂歹，我后盖零件我买你的，这是有机会的嘛？当然，伊美国嘛是会 cost down 啊，这真好呢。OK，因为我有朋友拄好是美语老师啦，啊，人因嘛是台中啦、桃园啦，到处咧找啦，因家己去找哦，伊无找国防部哦，这是事实哦，事实我才敢讲哦。来，学杰是，若是拄着像这种代志，你认为？因为讲，这个军事军工产业，即马目前为止是一日千里。啊，美国人互咱会付气，啊做了讲，即马这个铺排，你讲啊，是毋是一个上好的时机？有人讲，即马就是这个上好的时机啊，通好升级啊，咱像他那周委员说，有哪急转啊？这当然是啊，因为其实应该这样讲，像我们讲一个历史故事好了。云豹用的主炮，这也是我听到的真实故事哈。云豹30公里的机炮，它其实一路上它从25公里口径一直变化，一直变化，到最后我们选择30公里。那他们现在好 ，OK， 我车买了，我弹药买了，我演训啊、战备需求啊、弹药买了一堆摆在那边，每年乒乒乓乓的作战就是训练，然后演习、训练、演习这样。好，那这个弹药如果在台湾能够设厂生产，就跟我们刚才讲的15公里的一样。在一样是乌克兰的这个战场的经验，就是炮弹消耗的十分的惊人呐。对，像比如以2战末期好了，其实德军，然后我要发动一个反攻，然后我的炮兵只能给我一轮的支援，然后就没有了。那其实对于不管攻势还是守势都是噩梦嘛。所以弹药在地化生产，然后不要忘记，就是我们生产是北约规格的弹药，只要是北约体系的国家，我们以近的来讲，日本、韩国。我们远一点好了，只要你要法国的凯撒自走炮等等，我们都是用相同规格的弹药。那这几次的战场经验告诉我们说，大量消耗之后，我开始怎么样调货嘛？我就到处调嘛。那我把我的旧库存，我相信没有国家那么慷慨，把我最新批号的弹药提供出去嘛。我都是把我的旧库存提供这个，然后国军演训年度的时候会把旧批号的打掉。那这时候世界上剩下哪几个国家它能够拥有生产的能力，有足够的库存？我相信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优势啊。那近年国军的军事采购案里面也开始有一些，比如早期的这个海军的反潜直升机，
因为我们把反潜声呐跟反制系统是整合在一起的。以前美国只要侦察跟攻击是分开的。那这个架构我们使用之后，后续其他国家发现，哎，你这样子不错，我现在也要采购你这一型。采购国家它的金额里面就会有一部分权利金回到我们的国家来。好，那 F16V 的升级也是一样的道理，所以所以 sniper 咱有通要分钱。对，就我们现在已经不是以前的那种，就是说我接受援助，然后我是一个消费者。其实现在很多人你去套用消费者的观念，我认为是不对的，因为它不是一个一般的民用的市售商品，我还可以去写信去投诉它。对，那你要参与研发，那参与研发什么就是经费，那你得到的果实是什么？它成功之后，很多国家采用，它的剂量多，对它的比如说使用者经验会回馈嘛。那我今天只有我自己国家用，跟我用了很多国家都采用的构型的时候，回来的那个资讯量。